上午的关键仪式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徐信德牧师加教社委员会干事代表关正，由新老病院院长刘启举加胸腔内科的主任代表接收。今仔日关正这个物件是主要是有询问过新老病院的需要吼，我想总会帮站是讲，伫帮站的第一线这的医护人员，因的上界需要，因为因逐日在接触这病人真爱注意家己的安全，伫迄个医疗器材较欠缺的时阵，有问因，所以因感觉讲有提出这个需要，总会也是感觉讲买迄个物件。帮站都爱买伫迄个上界需要，对医护人员甲对病人拢上界需要方面，所以阮今仔做担保，希望讲这是第一批啦，希望阁有后续的物件会当提供予医护人员一个较好的器区、较安全的环境，通好继续去服务啊。高流量的氧气鼻导管的话，对新冠肺炎重症的病人的话，其实是帮忙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及早插管，我们现在应该是说智慧型的插管，就是等于说，病人的话，假如说可以透过这高流量的鼻导管，然后让他的氧合比较好，然后痰液比较容易出来，可以避免病人走到插管使用呼吸器的话，那这样子的可以减低他的就是说死亡率，所以这高流量的鼻导管。对重症病人的照顾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也很感谢总会的话能够捐赠这高流量的鼻导管的机器给我们使用，真的非常感谢。病院表示，这届修正的高流量氧气鼻导管的全配系统，加动力式的滤镜呼吸防护具，不但对照顾重症病患氧气治疗帮助真大，而且对医护人员嘛帮助袂少。有总会支持甲关正。不但提升病院救护的量能，同时嘛，予医疗团队更加大的支持。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